大家大家平安。难得会当伫遮2礼拜，甲咱三教来分享。差不多伫即个中秋的季节，变远远的所在，我要甲咱大家移民伫遮尔远的人讲中秋快乐哈。我毋知咱食着中秋饼无？有食着迄个油啊无 ？OK， 今仔日我甲咱来思考即个信仰上基本的物件。讲到信仰是咧讲到信仰的对象 ，OK。然后咧讲到信仰的对象，咱定定伫咧礼拜时，拢伫咧讲到信仰个别。假使一个人礼拜到教会了后，就一定拢都爱三脚徛伫人甲上帝面前，做即个信仰个别 confession。这个信仰个别第一句话讲：我信上帝全能的爸。这就今仔日我要讲的主题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。每一个人，伊的存在，拢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，嘛有一个追求宗教对象、信仰的对象的心灵。这款的心灵存在伫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人。你讲无宗教信仰，我毋免上帝，我无需要神明的人，我想你若看到伊安那行东行西，伊安那伫咧信靠风水地理，你就知伊的心灵安那伫咧追求什么，毋是干那。所以信仰一个人存在伫即世间。差不多毋是干那靠伊家己活，伊知除了伊家己以外，伊抑个伊需要什么？因为伊家己活抑个无够，靠家己的气力无够，所以真侪人伫遐咧敲车，伫遐咧敲车，我以外抑个有一个比我搁较大的气力，可能是看会到的，可能看袂到的，迄个伊就。当伊对伊有崇拜也好，对伊有敬仰也好，对无知的世间的足侪因素，毋知影，伊会陷入伫一个求救神明的意志底下，所以人就甲树当作树神。咱台湾有真侪神母嘛吼，总是若要有神母，应该是来。加拿大会当找到搁较久长的树啊，伫温哥华岛若敢若无超过300年的树啊吧？伫咱台湾有几千年的树啊，但是伫温哥华岛若无300年以上的树啊，因为温哥华岛以前有发生迄个大火灾，规个树啊，规个岛烧了去，所以一寡真宝贝的树丛无去了。伫台湾真侪人看到讲树啊大丛，就讲迄是神母，是伫迄个中南部咧，咱看到迄个路行到一半，哇，迄丛树啊全叫人挂一个啥物，就开始咧拜，树啊就甲弄一个迄个红布甲绑咧了后，然后就开始伫遐咧拜，讲即丛树啊是阮庄的神明。无论是石头，无论是然后北极星、什么星，人拢会当有迄款的信仰的。人伫咧追求家己以外另外一个挖苦的气力。有的人是对哲学，是对伊的内心伫咧敲车，所以是对内心伫咧敲车，迄个修养、哲学思想。有的人是对星界伫咧敲车。总是今仔日咱基督徒，咱的敲车是啥物？基督徒，咱伫即个遮，逐摆来到伫教会，咱会讲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宇宙的主宰。我想这是一个真要紧。你甲我，不管你对倒位来，不管你过去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，不管你过去你所信的是啥。当有一日咱靠伫耶稣基督的教会时，这是咱共同的信仰。嘛，伫这个共同的信仰内面，咱正做一家人，咱正做兄弟甲姊妹。为什么？因为咱伫这个信仰的个别的内面，上帝变做咱的天父，
这是一个共同的信仰，怎甲所有无论是红黄蓝白，迄个所有这认证的人，规个拢扣做一个伫这个神的内面。啊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当咱安尼做这个信仰个别的时，后壁已经伫咧传达一个信息：你甲我朋友啊，你甲我，咱拢有上帝的 DNA， 因为咱是对上帝来创造，因是咱是对照上帝的 image， 照上帝的形象来创造。所以，那假使咱是照上帝来形象来创造，那安尼你甲我，咱就注意啦。伫咱的一生的中间，有限的人生，咱甲这个创造咱生命的主，咱要甲伊安怎样三角连结？咱要捌伊搁较深，唔通有误解，唔通对这个上帝的人物错误，然后行对错误的信仰去。我想这个是咱今仔日我要甲咱大家三角来思考的这个话题。拄则咱有读过《创世纪》第1章，啊，今仔日我要点出圣经内面的一寡物件，啊，你无一定爱认同我，你无一定爱赞同我，但是这个物件伫圣经的内面，啊，我点一寡问题，啊，咱小可想看卖啊呢？即个讲我信上帝。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创世纪第1章伫遮伫咧讲到宇宙万物，源起头是混沌、黑暗、chaos、乱糟糟，总是伫迄个混乱的中间，上帝的权能开始进行创造。然后，伫迄个混乱、黑暗变得黑暗的中间，上帝用伊的话去 speak， 伊讲话，然后产生溃烂。然后，这个创世纪第1章伫咧讲到，第一日上帝创造啥？第一日上帝创造光，互光甲暗分开。第二日的创造是。互天顶的空气甲地上的水分开。第3日，互水甲土地分开。然后第4日，伊搁倒转来，甲第1日有小类似的所在。第4日，咧讲到创造2个大光甲星辰，因为第1日咧讲到创造光。第4日，搁转去到第1日类似；第5日，转去到第2日类似。第2日是咧创造空气甲水分开，然后第5日讲空中的飞鸟甲海里的鱼，然后第6日创造啥？甲第3日了有土地，然后土地顶面有动物。有所有的通拖 ，OK， 然后伫第6日，上帝搁创造人。注意一项，朋友啊，伫这个创造的故事的中间，人甲动物共一日创造，所以人甲动物共一日创造，表示原有一个意涵讲。若无说你人有动物性，若无说你人甲动物有类似，若无说你人的对落甲哪敢若精神呢？咱有当时台湾人咧骂人精神不如，OK。所以人甲精神共一日创造，人有动物性。你若看到人甲人伫咧冤家吼，迄个冤家起来，迄个面、迄个目睭、迄个样物、迄个起红面起红，目睭起会顶人吼，你会当看见迄个动物性伫遐。啊，安怎你叫伊要安怎甲扛袂牢？人会当举刀杀伊的是大人，因为摕袂到是大人要伫的零用钱。
迄个已经动不受发生。OK， 总是毋通袂记得，伫第26节了后，这个才过来讲到，人是照上帝的形象创造，所以人嘛有上帝的本性伫遐，有上帝的慈悲，有上帝的仁爱，有上帝所有的迄个真理，伊是真理的本源，咱就咧追求真理的心，人有迄个需要上帝、渴慕上帝的心灵伫遐。咱咧追求，所以人等于是若无说理，人是摆动游走伫动物甲上帝即个中间。一个人有当时会变甲真神圣，一个人有可能对落甲精神不如。人拄啊伫即个中间。好，这是第一章，咱伫咧讲即个创造。遮伫咧个别的是讲。我信这个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所以这个我信这个我是真甲别人无关系。来到伫遮徛伫上帝面前，面咱搁活伫遮尔奥妙的宇宙的中间。这个宇宙，别人会当有别人的解说，别人会当有别人的心思意念，别人会当有别人的上帝甲神明。若是我。论到我这个人，我要告别，所以这个我，这是我家己的信仰告别。第二，我信。伫希伯来书11章11节咧讲，什么是信？对所望的事，甲所未看见的事，一个标准甲确实。所以上帝看袂到。但是这个上帝虽然看袂到、摸袂到，总是我相信。对所望信心，就是对所望的事，甲所看袂见的代志，的一个确定。I'm so sure, firmly， 我真确定，我相信，我信上帝。所以这个上帝。就是迄个用伊的慈爱，用伊的公义，用伊的权能创造天地万物，看会到的天地，拢是伊创造的。这个上帝是创造的上帝，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甲创造人的上帝，这个是我心内伫咧敬畏的主。别个人要认什么神明做主，要认插头做主，要认石头做家己刻刻的，然后讲我咧拜伊。即马阮大家迄个大家妈祖哈，迄个眼睛表伫阮厝边哈，规个海线拢叫摕了去因为伊伫咧伊占着迄个台南乡做董事长了后，伊就用迄个伫咧超创选举啊、超创买票啊、东西啊。后来有一日，因的信徒甲告讲，伊内面的物件减少，逐个人伫咧献金啊、献什么，拢减少，所以官方因为直直告，所以官方怎要来查？你知影感情表演安怎创？内面的金拢怎去甲摕去养做用金来做一件金的纯金的妈祖，所以早前迄个信徒献的遐一片一片一片一角一角遐，都无法度通去查，即摆都讲变做一件纯金的妈祖，但是这几天的报纸有出来了，迄个妈祖是纯金的吗？是金包档。是金包档，内面是假，外口再用金甲固起来，因为遐真金互人摕到要了去啊。人用手所雕刻的，然后搁跪落去咧甲叫伊做保护的生命，别人会当照伊爱的去解说。总是基督徒讲，无，这绝对毋是我。我信，
我这个真特别的我所信的上帝是迄个造天地，所以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全能，伊是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。伊只要伊嘴开，伊嘴讲，代志就安尼成。总是这个上帝，若是照耶稣伫新约的譬如是，这个爸，这个创造者，伊亲像迄个主人，伊甲代志交代了，暂时离开。暂时离开了后，看一段时间，这个主人会阁倒转来，然后看伊无伫的这段时间，才所交代出去的，因怎样伫咧过日子。有照主人所交代的，照安尼去行，照安尼伫咧办理代志啊无 ？OK， 所以今仔日伫讲的这个信息，都甲这个拢有关系。我信上帝全能，咱的上帝既然也是全能，伊毋免人用手去甲抱，伊毋免人替伊做啥物代志，伊拢毋免。所以这个上帝看袂到。因为无需要人，颠倒是人需要伊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才搁咧讲，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这么奥妙、这么深沉的上帝，竟然是成做你甲我的老爸，何等水啊！所以耶稣讲，恁逐摆若要祈祷的时，都要安怎祈祷？愿伫天年的爸，这个宇宙的造物主，竟然会当成做你甲我天年的老爸，何等的亲！所以这个上帝，这个天父上帝有囝无孙，每一个进入到伫基督耶稣的圣殿内面的，伫咧做这个信仰告别的时，通过耶稣基督的保惠，通过耶稣这个门入来。你承认家己的罪，接受耶稣基督了后，咱就会当受提升到一个真尊贵的位光，造物主上帝、创造者、奥妙的主，竟然认咱做囝，接受咱做伊的囝。哎呀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宇宙的主宰。所以，这个宇宙万物属伫伊，归伫伊。来，我即马通过安尼，我来请教咱一项。人即马摕着一个去庙里拜拜过的物件来到你的面前。牧师啊，哎，阮这个物件这个倒食一个，阮食袂了。啊，你倒食一个，请问啊，你阁知影讲伊是这个物件是拜过？啊！你要食毋食？你会食袂食 ？OK， 这是一个问题。我今仔日等一寡问题，互咱去想。朋友是朋友，庄头的人是庄头的人，好心啊，都摕来互你，叫你斗食斗分一下。啊，若无食袂了，搁另外一个人，厝内干那你信主，厝内干那你信主，父母遮。公阿嬷拢也可是，拢也无信主的。你第一个是厝内信主的人，然后爸爸妈妈定期咧拜，初15咧拜，什么咧迄个妈祖生咧拜，庄头咧拜。OK， 你第一个信主，请问，你知影爸爸妈妈遮的厝内遮的即句桌顶遮拢拜了，啊，你要食毋食？有个人坚持讲我毋食，因为这已经献互。伊个讲，这已经献互生命啊，互因的生命啊。哦，我甲咱分享另外无共款，因为我第一间教会就是伫金庄骹，就是岩长老出世的迄个隔壁庄。伊溪州啊，我过路啊，啊，拢真乡土的名，过路啊溪州迄个狗啊。庄头来咧拜拜哦，因为基督徒拢无几户啊，庄头咧拜拢咧拜。啊，
人真正庄头的人真正无师娘啊！你讲啊，来阮请。啊，因若咧请的时，因是叫甲遐好咧，啊无师娘都往来去互因请。啊有会友看到，迄是人拜拜迄个宴席呢。OK， 有人真好咧，过长工的啊，无师，啊咱嘛知影讲，迄是迄个即个因的礼尚了后会食物。往进在无师拢甲因说对食，拢甲因食，因为即个咱的信仰讲，宇宙万物对啥人来创造？对啥人来创造？对咱的上帝来创造，是咱的上帝创造。上帝创造就是要互伊的百姓来享受。有人头脑无开，有人毋捌，咱即个造物主上帝去认别的，用手刻的，用茶刻的，用石啊刻的，用金塑造的，因遐做神明。对咱来讲，茶就是茶，石头就是石头，什么物件，拢迄个物件就是迄个物件。因叫做神明，对咱来讲，咱一点都无因的神明观。所以无论因安怎样创，对咱来讲，这个物原本出自咱的主，出自咱的上帝。咱都无承认，咱都无安尼确信，咱干那信咱的主上帝，甲伊的听，甲伊全能的创造。那安尼，你就存着感恩、感谢、祈祷，就好好啊去享受吧。你们讲阿门无？所以，是大人，我拄则讲，厝内干那你一个信主，是大人，农业搁伫传统的宗教的内面，你莫去随便去批判因。你也做一个基督徒，要安怎伫内面有好的所行，莫随便掠一个议题，就甲厝内的人冤家、甲朋友冤家。我的看法是，咱的信仰，咱所信的爱超越。爱超越，唔通互这个物件绑咧。所以今仔日我伫咧讲，我信上帝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伊是创造主。所以朋友，若有人伫咧甲你伫咧做信仰的探讨的时，请你就是干那讲即句话，你就有够啊。咱的上帝是甲因的上帝有啥物差别？这干那安尼就有够业。我讲我今仔日会点一寡问题，互咱转去去思考。你无一定爱赞同，嘛无一定你读圣经读到即马你无即个发现。圣经读懵读，但是你无一定有即个发现。这是创世纪第2章第4节到第7节。我读一个，创造天地的内力，伫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是安尼，野地也无草，田里也无菜，大长，因为耶和华上帝也无落雨伫地上，也无人耕作，但是有雾有气伫地上起来。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土造人。将活气分伫伊的鼻孔，伊就成做有灵的活人，名阿东。请问，这个第2章甲第1章的创造有啥无个相像？第1章咱所读的是第1日创造啥，第2日创造啥，第3日创造啥，对不对 ？OK， 第1日光甲暗，第2日。空中的水，迄个气甲地上的水；第3日，水甲土分开；第4日，迄个日头、月亮甲星辰；第5日，空中的飞鸟、海里的鱼；第6日，田野的走兽、昆虫甲人。一切拢做了后，上帝才做人。上帝做人了后，就看一切拢是好，人排伫上后壁。对不对？咱通常这拢咱真熟，不过第2章这个才安尼讲哦。
创造天地的内力，伫后我上帝造天地的日子，哪会是安尼？再过来讲一个，上帝是安尼创造，安怎创造？讲野地也无草，田里也无菜，上帝也无落雨，然后无人耕作，拢无，逐项拢无。所以也无草，也无树啊，也无水果，也无啥，逐项拢无，连落雨也嘛无。上帝大声用土造人，然后佫伫迄个土造的人，甲分一个活去，讲迄个叫做有灵的活人。请问这个甲第一章的创造，甲第二章的创造有相像无？无相像。这个科学人伊定定爱考哦。科学人伊的是教授要考这个，要去读新人院，这条是定定咧考的。啥是圣经？这第一章甲第二章都无相像，是要安怎？是安尼到底圣经错了吗？圣经若毋对，安尼读圣经，阮要安怎相信 ？OK。我要讲的是，今仔日我甲咱来讲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这是一个信仰的告别 ，faith confession。伫这个物件，创世纪第一章甲11章，这是一个也无文字，人这世间也无文字以前，迄叫做史前 （prehistorical civilization）。伫也无人类拢也无地上拢也无有文字以前。开始有文字拢差4-5千年，若开始有文字，伫圣经差不多对亚伯拉罕开始，所以你会当看到亚伯拉罕的老爸叫做塔拉，塔拉伫倒位？伫创世纪11章要接12章遐，讲着12章咧讲亚伯拉罕，11章尾还咧讲着塔拉，佫过 ，OK， 然后对12章讲到50章，敢若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、约瑟4代，头前第一章甲11章。讲创世以来，你知影讲创世以来偌久无？你即摆摕中国啊，摕埃及啊，摕非洲啊，偌济这个人的骨头，这个人的迄个过去会遗物几千年、几万年、几十万年 ，OK。所以伫也无历史，伫也无历史以前，迄是真久。迄个所在，迄个部分无法度通写字，迄个部分敢若口传 oral story， 口传，所以迄个叫做口述。你整理到当时在咧整理，到所罗门的时，所罗门叫项羽，所罗门迄个大笔拍落来江山，到所罗门伫咧修行，然后伊佫有信仰，然后集真侪神学家开始伫王宫内面全时间拢伫咧整理12支派所有的口传的故事，口传，是因的信仰个别，伫也未有文字以前，古早伫传的，阮的信仰个别，阮即个以色列民族对上帝，阮个别。阮所信的上帝，甲别人的神明无相像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。毋通袂记到耶稣的时代，前我有顶次我有讲到亚述帝国、巴比伦帝国，到耶稣的时代是罗马帝国。罗马帝国拜什么神？太阳神，甲太阳当作是因国家的神。OK。台湾甲妈祖当作国家的神，但是这个互人受统治、互人压迫的以色列民族讲，无，这拢毋是阮的神，阮的神，阮要告别的就是这个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宇宙主宰。所以这个呢，我想，这个我讲的是信仰告白。咱到即嘛，咱也搁伫咧做这个信仰的告别。所以，今仔日才有几点，我要甲咱三角来分享。第一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伊是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伊是我生命中唯一的上帝，唯一信仰的对象。除了伊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。伫咧做这个信仰告别是咧讲，我除了伊以外，我不信别位；除了伊以外，我无惊别位。所以，迄个治理我的是这个，
迄个保护我的是即个，伊比任何生命搁较大。所以宗教的目的，毋是真正即个宗教的目的，毋是要劝人为善。咱台湾讲话宗教都是好的，都在劝人为善。no， 个人若是劝人为善，迄是伦理道德的课程。讲到宗教，迄是咧讲到人甲生命的关系，人甲神的关系。所以宗教的目的，毋是去劝人最好。宗教的目的，毋是咧超越心灵的寄托，毋是。宗教的目的，毋是干那伫咧讲话，我请即个神明来赶鬼，毋是。宗教的目的，毋是讲某我进财梅花，毋是。从信仰是咧，咱基督教会伫咧讲的，毋是咧传宗教，所以咱毋是咧传基督教。咱伫咧传的就是有关即个创造主上帝。我望做人会当明白，恁若需要有信仰，恁若需要上帝，恁若需要生命的保护，请恁来明白即个创造天地的上帝。所以即个甲宗教无关系，即个讲到咱的信仰，即个信仰是甲上帝。第二，咱即个信仰是咧建立人甲上帝。第三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宇宙的主宰。即个发展出一个真奥妙的宇宙观、社会观、人类为何即个社会真要紧的？即个既然是信仰个别，那安尼，你信吗？你相信吗？所以保罗伫罗马书讲，即个是始于信，止于信，对信来开始，然后伫信来结束。第二，咱人类是上帝精心所创造，咱人类是对即个智慧的对即个奥妙的上帝智慧的创造的精品。若是安尼，咱人拢需要即个上帝。若是安尼，咱上帝创造你甲我，绝对有伊创造的目的甲意义。若是安尼，你甲我的存在，咱都要好好来敲测。你甲我存在，到底咱有照实创造咱的上帝的旨意伫活无 ？Follow His will， 照这个创造者咧活也无？然后，咱是伊创造的宝贝的精品，咱是伊的宝贝仔囝。咱的存在是为着要荣耀上帝的一人，为着离开假使一个人来离开这个创造伊的上帝，一世人，伊就找袂伊家己，找袂到伊家己存在的价值，伊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。所以，这个信仰拄互咱伫咧消解讲，咱是上帝精心创造的。所以，伫这个西方的教育，伫西方教育这个信仰影响的下面的教育，每一个人伫咧讲，You are unique， 你是真特别的，你唔通甲别人相比，你都要去敲测你存在到底你存在的价值意义伫倒位。你讲到这时，就是咧，搁倒转来，上帝啊！到底你对我有啥物旨意也无？大人一世人，这是一世人的功课。所以诗篇讲，咱都要每日三思上帝法度，每日三思其实就是咧爱咱。日时眠时，咱拢咧敲测上帝到底你伫我的心内的旨意怎样？第三，我信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。我信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这有啥物意义啊？无有。拄则咧讲到个人是上帝创造的，即摆咧讲宇宙，上帝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。若是安尼，伊会创造宇宙，是伊听即个宇宙，所以伊创造。所以宇宙万人万物拢是伊听动。所以伫即个信仰的圣经的启示的内面，就甲人群拍破迄个隔离。有个人讲，倒一个人种较好，倒一个人种较歹。no， 伫上帝创造的内面，每一个人种拢是真宝贝。然后伫遮咧讲到上帝会听
甲启示变存伫逐所在，变存伫逐所在。毋是干基督徒才会当得到上帝的启示，伫非教徒、伫不教徒、伫拢无信仰的人，伫咧读哲学的人，伫咧爱读文学的人，爱音乐的人，因拢会当伫内面拄着上帝对伊的启示。人上山，迄个爬山，真侪时阵人生想袂开的问题，伫爬山的中间，你的问题得到解决。落海，你伫遐超车，心胸拍袂开的人，伫遐看到伊浩瀚的大海，伊的心胸开开啦。你咧讲着啥？上帝的启示伫变存伫逐所在，无论你是什么款的人，无论你的宗教信仰是啥，因为上帝的爱存在于每一个人身上。这个讲上帝创造宇宙万物，这个后壁有足宽的信仰伫遐，所以所有的人类拢有上帝的 DNA， 所有的人拢同款伫咧追求一个真理甲仁爱的心。所以，若安尼来讲，讲到遮的时，毋知你会当想到咱甲犹太人的信仰有啥无相像无？犹太人的信仰，甲即个创造主上帝怎摸咧因家己，无爱甲人分享。对耶稣基督来了，甲即个拍破。耶稣受定了后，耶稣受定过活了，迄个玻璃人甲架起来，迄个玻璃规个拢拆开。因为耶稣要带互人的平安，是互普世的人。你信吗？信的人就会当成做羊圈里面的羊。无信的人，佫继续伫外口咧乱说。伫其他的宗教的内面共款，你要掠什么款的人做你性命的主宰？我想基督徒讲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宇宙的主宰。讲来到遮，保罗有一日去到伫雅典。伫使徒行传17章才来讲，保罗去到雅典。你知影讲雅典这个城，所有人类的历史以来，人类上先进的思考哲学，拢是伫雅典遮。苏格拉底比耶稣加几若百年出世，但苏格拉底的思考智慧已经建立伫迄个雅典城。雅典是希腊帝国的首都，所以迄是一个教育哲学。你看拄则读的圣经讲，因遐的人，因遐大部分人规工几乎无咧做代志，拢伫咧讨论真理、讨论知识，拢伫咧讨论哲学。保罗竟然去到迄个城市，到处踮咧游说的时，看到一项讲。因到处拢真热心，逐个人拢真有宗教心，真热狂。总是伫迄个庙的中间，因还佫拜一仙，迄仙叫做啥？讲为世之神。讲阮毋捌的神，行了阮倒一仙，阮拜无着，所以因佫伫迄个庙的中间佫甲弄一个牌位，讲为世之神。伊嘛伫遐咧拜拜，嘛伫遐咧插香，嘛伫遐咧。献物件互伊，注意，伫遮我要讲，保罗面对这个雅典的哲学世界知识之都，保罗安怎样创？保罗则讲，雅典的百姓，我知恁伫逐所在表现出真浓厚的宗教热情。到这个城，我到处行，看到恁拍牌的、恁崇拜的所在。竟然有一座坛，顶面写献互所毋捌的神。现在我要甲恁讲，即位恁所毋捌的，恁搁咧拜的，创造天甲地甲其中万物的上帝，乃是天地的主。伊无点伫人的手所做的庙事内面，也无需要人用任何物件去甲拜去甲烧，因为伊家己将活命。将气甲万物赏赐互人类，然后讲一切是对这个上帝来创造。其实这个上帝离咱无远，只要你若
相信伊，只要你会晓伊祈祷，只要你亲近伊，伊就显明伊家己，伊就甲你亲近。哎呀，保罗当遮伫咧讲，咱的生活，咱的行达，咱逐方面拢活靠伊，到最后嘛爱归向伫伊。这个生命，这个是恁拜无着的上帝。今仔日我来介绍互恁知。因为保罗，保罗今仔日所做会当启发咱。其实伫咱的厝边隔壁，咱有真侪人，因嘛真有宗教心，但是因咧拜的，因若去拜了毋对，若敢若开车开了毋对方向，伊安怎样走，拢得袂着平安。请你做一个基督徒，你有责任甲伊，亲像保罗甲因讲，即个你真敬虔伫咧拜的。我望你会当来拜着这个宇宙万物的创造者，这个创造者原本甲你无关系，总是通过追求，通过伊的信，到尾啊有时伊原来家己讲，我是我，甲别人无关系，是我家己，我信上这个上帝，所以这个上帝怎啊变做我性命的保障，是我的宝贝啊。OK， 所以，伫咱人生真有限的，咱的人生拢真有限，时间真紧就会过。毋茫拄啊，伫即个信仰甲即个信仰的理解下面，上帝既然做咱伫即个伊所创造的宇宙中间的一个伫地球的顶面，上帝爱咱讲生摊做做。生摊做做，啊！咱即马真麻烦呢。我有去过非洲，非洲一个家庭就生要几十个。啊，咱这伫第一世界的国家吼，咱的子孙拢无啥要生吼。啊，将来咱即马台湾最近佫开始佫伫咧讨论，台湾的人口即马直直咧无行。啊，到处每一个工厂拢欠人，啊，台湾人直直无，啊，到处欠人要安怎？所以即马搁咧讨论，啊无爱开放台湾的移民，啊，加拿大嘛咧开放台湾，开放移民，因为咱家己的人无啥生，啊，就只有对外口直直引进，啊引进，我想台湾要引进的就是菲律宾啊，啊，就是东南亚啊，各国可能就引进非洲啊，因为非洲人口太拥挤啊，印度啊。啊！以前台湾人来结婚，拢甲美国人、日本人结婚；即马台湾人来结婚，拢甲啥人结婚？拢直直甲遐也无开发的民族来结婚，毋是咱看袂起。我讲这是一个取向，我值得咱注意的一个。上帝创造了，甲人刻伫迄个中间，甲咱讲，恁着生摊做做。管理我所创造的万物，管理，所以人类一个真要紧的角色，就做一个好的管家 ，good stewardship， 然后互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变做，因为你伫遐变做较好，然后上帝互阿伯拉罕的应允是啥？你着去。我要祝福你，然后你就爱去互人，因为你得到福气。所以基督徒都爱到处互人，因为你得到福气。我想咱移民的教会伫这个所在扮演一个真要紧是新的移民者，因来到这毋知要安怎，拢是教会，拢是基督徒直直咧帮衬，直直咧互动。我想这个是互人，因为互移民者，互无迄个惊吓，毋知要安怎样安定伊的。移民生活甲家庭的人，教会直直咧扮演迄个安定的空气。我想基督徒咱更加积极伫遮个，因为这是上帝互咱的托付。有一日，咱的性命出伫伊，在伫伊，靠伊，然后有一日，咱来转去到伫伊的面前。我想这个值得咱来。所以，这个信仰第五，我信上帝专用的爸，这个信仰甲我有啥物关系啊？无有。咱的人生拢是苦海，咱的人生问题足多。
伫咱真多的问题，无论家己的问题，毋通想讲上帝的囝都无问题呢。圣经内面诶信仰个别的一部分，亚当的囝都小台安尼。所以，迄个人，我拄则讲，人虽然是上帝所创造，不过伫迄个创造的故事内面，人甲动物是共一日，人佫有上帝的形象。人游走伫上帝的神性甲动物性的中间，所以人类的历史永远走袂去的是啥？冤家冲突，甚至伫家庭的内面的悲剧。安尼，伫即个苦难的人生，即个信仰对咱的启发是啥？即个神，互我有希望。这个神，互我会当伫困境的中间，也佫会当佫较侪忍耐，朋友佫较侪忍耐，因为我相信有上帝，我相信上帝伊会看到，伊会听到，伊会帮助我。我相信上帝若知影我照伊的旨意伫咧活，有一日伊会坚固我的骹手所做的工。我相信现在的苦楚是暂时，有一日我要得到迄个久长上帝要互我的恩典甲荣耀，我相信凡事豆豆来，要互听主的人得到利益。我相信迄个神有即个信仰，有即个大权能的上帝的信仰，会帮助咱行过人生的苦海，赢过各种的难题。即个全能的上帝，即个全能，我信全能的做爸，有即个全能的上帝，甲咱徛到阵。Everything, no problem. OK， 所以为着安尼平安喜乐，一个充满愿望的人生，就安尼伫咱的中间，伫咧医治咱。最后结论是讲，天父互你一个人生的旅程，天父互每一个人一个人生的旅程。请问你过得好吗？请问你有好好享受你生命迄个过程的丰富，然后好好来创造你一世人人生旅程丰盛的日子，互家己，然后佫带互别人，然后大家人拢三甲通过，你安尼人生安尼好啊行过，你甲侪人。大家人拢伫遐，甲你三个唱歌，三个拍扑啊，三个学乐讲，哎呀，有咱的信仰，有咱的上帝，有咱伫即个听的家庭内面，实在是水无比。请问你发挥了你生命的功能跟价值了吗？信仰伫咧，互咱的毋是干那咱家己，毋是干那咱家己好，信仰互咱的是你着去。你着去听人亲像家己，你着去彼此相听，你着去，互人会比家人体较有福气，你着去，互软正软弱的人，因为你得到坚强，你着去，通过咱的人生所做每一项，丰富咱的人生，最后荣耀归伫主上帝。咱三甲来祈祷，感谢主的恩典。阮伫耶稣基督内面，阮毋是犹太人，总是通过耶稣基督这个门，阮甲犹太人有分享着造物主上帝的信仰，分享着这个创造大权能的主上帝，竟然是会当做阮的老爸，是阮天顶的老爸。地上的老爸可能有真侪问题，真侪无完全，总是晓一个完全的上帝，伊对阮伸手讲：你是我的囝。愿主点伫阮，互阮一世人真正会当徛在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，伫即个信仰下面，伫咧维持阮的人生的美好的见证，甲创造水的人生的旅程。阮安尼祈祷，感谢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